听说您的儿子回乡啦？阿公，聽講也來嘅站來鄉下係麼？阿公，聽講也來嘅站來鄉下係麼？是啊，我儿子回來協助果園工作。係啊，來自站來協助果園嘅工作。係啊，來自站來協助果園嘅工作。俊宏真的很認真。俊芬真勁當認真哦，俊芬真勁當認真哦。是啊，俊宏的認真我都看在眼裡。係啊，俊芬嘅認真啊，我超認到咧。係啊，俊芬嘅認真啊，我超認到咧。我想給他一塊果園，好好經營。今天就是想跟你請教，讓本期一地果園俾佢好好經營，根本嘅就係向老人請教。讓本期一地果園俾佢好好經營，根本嘅就係向老人請教。是不是可以協助測量我們家的土地呢？係唔係做得協助測量我屋下嘅土地呢？係唔係做得協助測量我屋下嘅土地呢？可以的，這是土地鑑界的業務。做得，你係土地鑑界嘅業務。做得，你係土地鑑界嘅業務。哦，請問可以一起丈量我的農地裡其中一小塊的土地面積嗎？請問做得做一擺丈量我嘅農地，其中一小地嘅土地面積嗎？請問做得做一擺丈量我嘅農地，其中一小地嘅土地面積嗎？不好意思哦，只能針對您地級線的外圍土地周圍的界線測量。歹勢，請做得針對你地級線嘅外圍土地細位嘅界線測量。歹勢，請做得針對你地級線嘅外圍土地細位嘅界線測量。我們無法提供使用面積的測量。我哋無法度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我哋無法度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您是土地所有權人嗎？是我本人。哦，我了解。你係土地所有權人嗎？係我本人。哦，我了解。你係土地所有權人嗎？係我本人。這幾份資料先提供給您，上面都有注意事項供您參考。呢幾份資料先提供給你，等個有注意事項給你參考。呢幾份資料先提供給你，等個有注意事項給你參考。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的測量規費怎麼計算？好，請問辦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樣辦啥？好，請問辦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樣辦啥？土地鑑界是以每公頃為計費單位，每單位是新台幣4000元。土地鑑界係用公頃計算收費，每公頃係新台幣4000元元。土地鑑界係用公頃計算收費，每公頃係新台幣4000元。不到1公頃的話，以1公頃來算。如果超過1公頃呢？係唔拿1公頃準1公頃來算。那超過1公頃呢？係唔拿1公頃準1公頃來算。那超過1公頃呢？超過1公頃的話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增收2000元。係超過1公頃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加收2000元。
係超過1公頃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加收2000元元。增加不到半公頃就算半公頃，增加唔到半公頃，還係算半公頃。增加唔到半公頃，還係算半公頃。如果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依實際需要計算。係講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照實際需要計算。係講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照實際需要計算。提醒您，記得要買借裝哦。我了解，謝謝你。提醒你，記得按米改裝哦。我了解，什麼呢？提醒你，記得按米改裝哦。我了解，什麼呢？